喺香港，死因裁判庭裁定非法被殺有何法律意義？南丫海難死因裁決嘅法律角度，2012年國慶夜發生嘅南丫海難造成39人死亡。死因裁判法庭喺2026年1月21號就事件作出裁決，裁定39名遇難者全部屬非法被殺。死因裁判官周慧珠接納驗屍報告，指死者死因為遇溺同身體多處受傷，並指出事件源於兩船相撞。根據報道，周慧珠喺裁決理由中提及，研訊聚焦多項爭議，包括南丫4號係咪應該撤水密門、船體設計與檢驗安排等。研訊喺不設陪審團下進行，歷時約44日，傳召約84名證人，並曾3度押後裁決日期。要理解非法被殺嘅法律含義，首先需要指出，根據香港法律，死因裁判法庭係調查性質嘅研訊法庭，並非刑事法庭或者民事法庭。依據死因裁判官條例，死因研訊嘅法定目的係查明死者身份以及如何、何時、何地死亡等同死亡相關嘅情況。換言之，死因裁決係對死亡原因與相關情況嘅結論，而唔係對任何人作出刑事定罪。因此，即使死因裁判官作出非法被殺嘅結論，亦都唔等同宣告某人犯咗謀殺或者誤殺。相關法律資料指出，死因裁判庭嘅結論唔能，亦唔會裁定任何人有刑事罪責或者民事賠償責任。若果要判定是否構成謀殺、誤殺等罪行，仍需透過完整刑事審訊處理。就南丫海難而言，周慧珠喺裁決中亦被報道形容兩名船長嘅疏忽，並非純粹犯錯，而係有刑事責任嘅行為，程度達至誤殺，並據報提及既有刑事審訊結果。其中，海泰號船長已經喺刑事審訊中就39項誤殺罪成，南丫4號船長嘅誤殺罪唔成立，但就海上危害他人安全罪成。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同一事故喺唔同程序中會出現唔同嘅法律語言。刑事法庭處理嘅係被告是否喺排除合理疑點嘅標準下犯罪，死因裁判庭則係就死亡情況作出研訊結論，並以程序角色把重點放喺死亡點樣發生同死亡相關嘅情況。喺一般制度運作上面，如死因裁判官喺研訊中認為可能涉及謀殺、誤殺等嚴重罪行。條例與司法機構資料亦指出，死因裁判官需把案件轉交律政司作跟進，而研訊亦可能需要按法例要求作出相應安排。本次嘅研訊亦都同先前程序背景相關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死因庭喺2020年曾經喺唔召開研訊之下，就遇難者作出非法被殺嘅結論。其後部分家屬就是否應召開研訊提出法律程序，並喺上訴庭程序中獲得支持，最終促成其後嘅死因研訊安排。從公共法與制度角度而言，非法被殺作為死因裁判庭嘅結論，通常會被視為對事件性質嘅一種正式司法表述，即死亡並非自然或意外，純屬無人可歸責嘅情況，而係涉及可能違反刑事法律嘅致死情景。佢未必會直接改變既有刑事裁決，但係可喺公共問責、制度檢視與防止同類事故嘅層面產生實際影響。例如推動政府部門檢視安全制度、監管與執行機制。死因裁判庭裁定非法被殺屬研訊結論，用以界定死亡喺法律上屬非自然且涉刑事層面嘅情況，但並唔等同刑事定罪。南丫海難裁決同時反映，死因研訊可喺既有刑事程序之後，繼續就死亡原因與相關制度問題作公開程序化嘅查明。揾律師，揾業借答。